你會唔識佢，會隨時隨地遇見過佢，會喺酒店裏邊、大街上面、火車裏邊、酒吧裏邊、書本上面、電影裏邊，喺你自己嗰度，喺你最入面，喺夜晚你偶然勃起嘅性，要揾可以擺放、可以釋放飽含淚水嘅嗰度，你會俾佢報仇，會話我要你晚晚都嚟好幾日。佢會睇住你好耐，然後對你話喺呢種情況之下會好貴㗎喎。然後佢問你究竟想點？你話你想試下，想試下呢樣嘢，想試下認識、習慣嗰個身體、嗰對乳房、嗰種氣味、習慣美，會生細路仔嘅危險，習慣下嗰種冇毛髮、冇肌肉阻礙嘅身體，嗰張面滑捋捋嘅皮膚，呢種由皮膚包裹住生命嘅巧合。你跟佢話你想試下，可能要好幾日，可能幾個禮拜，可能甚至要你一世。佢問試咩啊？你話去愛。佢問好，但係點解？你話係為咗瞓覺嘅時候讓性得到休息，喺陌生嘅地方。你話你想試下喺嗰度喊，喺嗰個地方喊。你話佢唔應該講嘢，就好似佢祖先嘅女人完全屈服於你同你嘅意志。佢話既然係咁樣，會更加貴。佢講咗幾多？你同意。第一日佢除晒啲衫，瞓喺床上面你指定嘅位置。你睇住佢瞓着，佢沉默不語，淨係瞓着。成晚你都睇住佢。佢問你，佢有冇幫到你啊？等你嘅身體變得唔再咁樣孤單。你話你唔知道，明唔明白意味住你狀態嘅呢一個詞語？你唔清楚究竟係諗住孤單，定係真嘅自己變成孤單？年輕，佢應該係年輕㗎。喺佢嘅衣服裏邊，喺佢嘅頭髮上面，會有一種縈繞不散嘅氣味。你會話好似一陣天芥菜同埋狗緣之間嘅味。你回答，你話咩咩啦？有一晚你做啦，就好似預期咁樣。你嘅面瞓喺佢叉開咗嘅雙腿上面，喺佢嘅性上面，喺佢身體潮濕嘅地方嗰度。佢張開腿，你讓佢做佢想要做嘅。另一晚心不在焉咁，你俾佢快感，佢叫起嚟。你叫佢唔好叫，佢話以後我唔叫啦。佢唔叫啦。以後再冇女人會為你叫。有時你圍繞住張床，或者係沿住近海嘅牆踱步。有時你喊，
有時你走出露台，置身喺越嚟越凍嘅空氣裏邊，佢平和咁繼續瞓，瞓得好沉，有時會微笑，直到你碰觸佢嘅身體、乳房、眼睛，佢先至會醒。佢話疾病越嚟越深入你啦，佢入侵你嘅眼睛、你嘅聲音。佢問咩病？佢話佢唔知道點樣講，仲未知道。一晚又一晚，你進入佢性嘅幽暗裏邊，不知不覺你走入咗呢條唔透光嘅路。你從來都一無所知，無論你定係其他人都唔知道佢點樣諗你，點樣諗呢件事。無論幾多個世紀埋藏咗你哋種種被遺忘嘅生命，冇人會知道，佢冇能力知道。佢嘅身體毫無防守，由頭到腳都係滑捋捋嘅，令人好想碾死佢、強暴佢、虐待佢、凌辱佢，使佢發出憎恨嘅尖叫。佢點着咗人們毫無保留嘅致命嘅激情。你將佢搞醒，你問佢係咪妓女？佢搖頭否認。你問佢點會接受收費陪睡嘅合同？佢用仲喺度瞓緊嘅幾乎聽唔到嘅聲音答你，因為由你跟我講嘢開始，我就睇到你已經患上咗死亡之病。開頭幾日我唔肯定呢種病叫乜嘢，之後我可以啦。你叫佢再重複講嗰幾個字，佢話重複講啦，死亡之病。你問死亡之病點樣會係致命嘅呢？你回答，因為患上嘅人唔知道佢自己患上，係肩負死亡嘅人，亦都因為呢個人冇死亡嘅經歷，喺有生之年唔知道死亡嘅滋味，喺毫無準備之下死亡。雙眼緊閉，好似因為遠古嘅疲倦而休息。當你瞓着嘅時候，你忘記咗佢雙眼嘅顏色，亦都忘記咗第一晚你俾佢嘅名字。你發現佢喺度睇住你，你叫起嚟，佢轉過身去向住牆。佢話快完啦，唔使驚。你淨係用一隻手臂就將佢抱起嚟，拉近你。佢好輕，你睇住。奇怪，乳房係啡色㗎，完全冇乳暈，幾乎係黑㗎。你食住佢哋，飲住佢哋，但係嗰個身體毫無反應，佢唔反抗。可能你再次叫起嚟，你繼續睇住嗰個面，任由隨意征服佢，沉默，瞓喺度，好似佢嘅手咁樣。但係靈魂總係浮現喺軀體嘅表面，遍及全身。喺你裏面藏住你無法解釋嘅哽咽，呢啲哽咽被壓抑喺你嘅邊緣，好似係喺你體外，無法同你結合，而唔能夠讓你喊出嚟。你同自己話：
假如而家喺晚上面嘅呢個時刻佢死咗，咁就係最容易噶啦。你聽住潮聲開始漲，陌生嘅女子喺嗰度床上面，喺一潭亮白嘅白被單裏邊，白讓佢嘅形體更加暗，比一頭突然之間被生命遺棄嘅動物更加實在，比死亡嘅存在仲實在。你睇住呢個形體，當你睇住嘅時候，你意識到佢地獄一樣嘅力量，佢可恨嘅軟弱、虛，嗰種難以比擬嘅無敵嘅虛。你同自己話，假如而家喺晚上面呢一個時候佢死去，那對你嚟講係比較容易，讓佢喺地球上面消失，將佢抌去黑色嘅水裏邊，只係需要幾分鐘就可以將一個咁輕嘅身體丟入潮漲，為的是要消除床上面嗰種天芥菜同埋狗鉛嘅臭味。你再一次回到房裏邊，佢喺嗰度瞓緊，遺棄喺佢自己嘅黑暗、自己嘅宏大裏邊。你發現佢嘅構造，彷彿係喺任何時刻，隨時都可以按住個人嘅喜好，叫身體突然之間停止活着，成個人喺環境裏邊溶解，唔再被睇見。佢就係喺咁樣嘅危機裏邊瞓着，而且將佢嘅身體展示俾你睇。佢輕微咁樣喐住，眼睛半開。佢問：仲有幾多個已經俾咗錢嘅晚上啊？你話3個。佢問：你從來冇愛過一個女人？你話冇，從來冇。佢問：你從來冇想要過一個女人嗎？你話冇，從來冇。佢話從來冇，從來冇。你答從來冇。佢笑啦。佢話一個死人係好怪嘅。佢再開始問：咁樣睇一個女人啦，你從來都冇睇過一個女人嗎？你話冇，從來冇。佢伸懶腰，瞓着，微笑，再一次入睡。你再回到房間裏邊，佢有一潭白色嘅被單裏邊靜止住。你睇住你嘅嗰個生之病，嗰個死亡之病。你挪前咗身體去靠近嗰件嘢，佢嘅身體，佢係微溫嘅、涼嘅，佢仲活着，佢招惹呢一次謀殺，但係佢活着。你問自己，點樣殺死佢？又係邊個將會殺死佢呢？你乜嘢都唔愛，唔愛任何人，即使你以為自己活得與眾不同，你卻唔愛咁樣活着。你發現就喺嗰度，喺佢嗰度，死亡之病策動住，就係呢個喺你眼前展開嘅形體，宣告死亡之病。你嘅手喺性器上面，兩半裂開嘅唇瓣之間，就喺嗰度，你嘅手撫摸住，你先睇到皮膚上輕輕嘅抖動，正正好似係痛苦嘅顫動一樣。然後眼皮隨即顫抖住，好似眼睛要睇一樣，
然後嘴巴隨即張開住，好似嘴巴要講乜嘢一樣。然後你覺察到喺你嘅撫摸之下，性器嘅唇瓣膨脹起嚟，天鵝絨裏邊流出黏糊糊又熱熱嘅，好似係血嘅水。突然咁喺一聲呻吟裏邊，你睇到咗歡愉降落佢嗰度，完全佔有咗佢，令佢喺床上面拱起身子。你緊盯住佢剛才以歡愉盈滿嘅整個身體，你睇住佢隨即倒下，死氣沉沉嘅喺床上嘅白裏邊。你驚跳嘅急速呼吸，一下比一下長久，然後嗰雙眼睛緊閉合上，然後佢哋將面孔更加緊緊咁密封住。你諗住你嘅房間以外，城市裏邊嘅大街上面，火車站旁邊嗰啲孤立嘅小廣場，然後你聽住越嚟越靠近嘅喧鬧聲，你聽住海。仍然係黑掹掹嘅海，瞓着咗嘅身體，房間裏邊有個陌生嘅女人。你做啦，你朝住嗰個身體翻嚟，你用自己嘅身體完全覆蓋咗佢，為咗免得你嘅力量將佢壓碎，避免殺死佢，你將佢拉向你。然後你就做啦，你返到夜間嘅床身處，深陷於黏糊糊嘅嗰一潭裏邊。你仍然逗留喺佢嗰個庇護所裏邊，你繼續喊，你以為只有自己成為世界上不幸嘅寫照，成為一個獨特命運嘅形象。佢喺幸福嘅夢裏邊滿載住一個男人，滿載住你，或者係另一個男人，又或者係再另一個男人。你喊啦，哭泣聲將佢弄醒。佢睇住你，睇住房間，又再一次睇住你。佢撫摸你嘅手，佢問你點解喊？你話係佢要講出點解你喊，係佢應該知道你點解喊。佢低聲話，慢慢咁答，因為你唔愛。你答就係咁樣。佢話喺想要殺死情人嘅慾望邊緣，想要將佢留為己有，要獨留俾你自己，要佔有佢，要違反所有嘅法律，違背所有道德嘅統治權咁偷佢。你唔認識呢種慾望，你不曾有過呢種慾望。你話從來冇。佢睇住你，重複住，一個死人係好怪嘅。佢問大海嘅顏色，你話黑。佢答話大海永遠都唔係黑㗎，你一定係搞錯。你問佢信唔信有人會愛你？佢話冇可能。你問佢
因為死亡？佢話係啊，因為你呢種平淡嘅靜止嘅情感，因為呢個話大海係黑色嘅呢一個大話。你再一次問佢，有冇人會愛你？佢再一次話冇。佢話當你有慾望想殺死佢嘅前一刻，佢喺夢鄉裏邊已經明白你睇佢嘅目光。佢問你點解？你同佢話你唔能夠知道點解，你冇關於你嘅疾病嘅深入知識。佢笑，佢話呢個係第一次佢遇到你以前並唔知道死亡係可以被經歷嘅。佢透過佢瞳孔滲透出嚟嘅綠色睇住你。佢話你宣告咗死亡嘅統治期。假如死亡係從外在強加於你而來嘅，我哋就唔能夠鍾意死亡。你為咗唔能夠愛而想喊，你為咗唔能夠強制死亡嘅來臨而喊。佢已經進入夢鄉啦。佢含糊咁跟你話，你將會因為死亡而死，你嘅死亡已經開始啦。你喊，佢對你話唔好喊啦，冇必要，放棄呢種為你自己而喊嘅習慣啦，冇必要。佢話仲有2個俾咗錢嘅晚上就快完結啦。佢微笑住用手撫摸你嘅眼睛，佢一面瞓一面嘲笑。你繼續講，一如你希望嘅，固然在世咁樣講。你話戀愛似乎總係唔適合你㗎，係你從來唔明白㗎。你總係避免去愛，總係自願咁自由自在咁唔去愛。你話你迷失啦，你話你唔知道點解，唔知道喺邊度迷失。佢話我完全唔想知道你嗰種帶住來自死亡嘅確實，帶住無可救藥嘅單調去認識事物嘅方法。你生活嘅每一日每一晚都千篇一律。我亦都完全唔想知道你嗰種肩負住缺乏愛戀嘅致命職責去認識事物嘅方法。佢話白日來臨啦，除咗你之外，一切即將開始。你從來都冇開始。佢再一次瞓着。你問佢點解佢瞓着？佢有邊一種巨大嘅疲乏需要休息？佢舉起手，再一次摸你嘅面，可能係你嘅嘴。佢又一邊瞓一邊嘲笑。佢話你發問就係因為你唔夠明白。佢話咁樣佢休息嘅話就係唔俾你，亦都唔俾死亡嚟騷擾佢。佢話嚟，你嚟，進入佢嗰度。你再一次喊。佢話唔好喊啦。佢話為咗完成呢個任務，
佔有我，你做啦，你佔有，任務完成。佢再一次瞓着。一日，佢唔再喺嗰度。你醒嚟嘅時候，佢已經唔再喺嗰度。佢喺夜裏邊離開，身體嘅痕跡仍然喺被單裏邊，冰冷。遠處喺沙灘上面，海鷗會喺漸漸散去嘅陰霾裏邊鳴叫。佢哋已經開始食淤泥中嘅蟲，喺挖掘被滑落嘅海潮遺棄嘅沙粒裏邊，喺黑暗中飢餓海鷗嘅瘋狂鳴叫，讓你忽然之間覺得好似從來都冇聽過咁樣。你可能喺你嘅房間外邊，喺沙灘上面，喺露台裏邊，喺大街上面揾佢，你唔會認得佢。你淨係認識嘅嗰個佢，係一個半開半合嘅眼睛之下睡着嘅身體，身體之間嘅穿透行為令你唔可能認得佢，你永遠唔能夠認得。你永遠唔能夠。當你喊啦，那只係為你自己而喊，而並唔係為咗嗰種分開你哋嘅差異，讓你唔能夠同佢結合嘅奇妙可能性而喊。成個故事裏邊，你淨係記得佢喺夢中吐出嘅幾個字。呢幾個字就係指你所幻想嘅死亡之餅。你十分迅速咁放棄咗，你唔再喺醒裏邊、喺深夜裏邊、喺白日裏邊揾佢。無論如何，唯一能夠讓你呢一份愛活着，而你又能夠做到嘅方法，就係喺佢發生之前失去佢。死亡之病可以喺舞台演出，收費培訓嘅年輕女子一定要瞓喺舞台中央嘅白床單上面。佢可以係赤裸嘅，一個男人會圍繞住佢，一邊行一邊講故仔。淨係得嗰個女人會背誦文本，男人從來唔會。男人會朗讀文本，唔係停落嚟，就係圍繞住嗰個年輕女子走着。嗰個故事提及嘅男人從來唔會出現，即使當佢向年輕女子講嘢，亦都只會係通過讀文本嘅人講述佢嘅故仔。呢度表演手法會由朗讀嚟代替，我總係覺得朗讀文本係無可替代嘅。讀一個並冇預先背熟嘅文本，冇任何其他嘢，任何其他表演手法可以代替。所以兩個演員應該喺分隔嘅房間裏邊，各自孤立咁，好似就喺度書寫文本一樣咁樣講嘢。假如文本以戲劇化嘅形式講出嚟呢，就會失去價值。
男人嘅聲音一定要係高亢嘅，年輕女子呢一定係低沉嘅，語氣幾乎係隨意嘅。男人圍繞住年輕女子身體行走嘅路程應該係漫長嘅，直到男人消失喺人們嘅視線之外，佢迷失喺舞台裏邊，好似迷失喺時光裏邊。呢個係為咗迷失以後朝住光線返嚟，朝住我哋返嚟。舞台一定要係低嘅，幾乎貼喺地上面，好讓人睇到女人嘅成個身體。喺嗰啲俾錢嘅夜晚裏邊，我哋一定要保留廣大嘅寂靜空間，期間只有時間流逝，而冇任何事情會發生。嗰個朗讀故事嘅男人會感染另外一個應該在場嘅男人冇出現嘅嗰個一種本質嘅致命嘅虛弱。嗰個年輕女子應該係靚嘅，有個性嘅。隨住一片廣大嘅陰暗開展，大海嘅躁動聲來臨，人們總係會觀看住同樣嘅永遠唔會燃亮嘅長方形黑暗。大海躁動嘅高低聲量係可以調校嘅。年輕女子嘅離去會不着痕跡，當佢消失嘅時候會一片黑暗。當燈光再次燃亮，舞台中央已經冇白床單啦。大海嘅躁動聲透過黑色嘅大門洶湧而來，唔會有音樂，